美國總統奧巴馬話，美國對土耳其上個禮拜發生嘅未遂軍事政變事先毫不知情，亦都絕無參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指責居住喺美國嘅穆斯林神職人員葛蘭或佢嘅追隨者係7月15號發生嘅旨在推翻土耳其政府未遂軍事政變嘅幕後策劃者。奧巴馬星期五話，任何有關美國參與呢一場政變嘅報導都係徹頭徹尾嘅假話。佢話，佢喺呢個星期較早時候嘅電話交談中已經告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奧巴馬仲話，美國政府希望隨住具體情況日益明朗，唔好出現過激反應，導致削弱公民自由，或者鎮壓政治反對派，或打壓發出關注政府聲音嘅記者。佢仲表示，土耳其提出嘅引導葛蘭回國嘅要求必須通過美國嘅法律程序，只有喺安卡拉能夠證實葛蘭係呢一場政變幕後策劃者，美國先至能夠批准。葛蘭目前居住喺美國賓夕凡尼亞州。自從美國參與未遂政變嘅傳言被廣泛傳開之後，土耳其嘅反美情緒高漲。